来继续来到台南的北门，有农民研发着香瓜的新品种，叫做龟乳香瓜。食起来安尼酸甜啊酸甜，即摆还搁咧试种，等这个品质甲产量稳定了后，就会当互大家食到无同口味的香瓜咯。 台南市北门区因为土地盐分较悬，所以当地有农民试种这种新品种的香瓜，伊的口感食起来淡薄仔酸甜啊酸甜，所以和一般市面上的香瓜无同。较正地的时阵，伊的酸度会足悬的。要食伊的口感，就是爱去在迄个咸地，摕伊才有迄个咸酸甜的口味出来。新品种的香瓜看起来较光骨，无芒的花草，果子肉是白色的，除了外形和一般的香瓜无同，滋味嘛较酸。在吃第一口的时候真的是蛮酸的，但你越吃，你后面会觉得，就会发现它有一点甜味。北门区公所为了帮助农民到销香瓜，特别举办香瓜试食和农产品的市啊，希望让消费者会当买到这种新品种的香瓜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